部分網民佢話美國佬收銅係為咗搞AI 算力，我認為唔係啦。Hey Google. A data center campus like this. 因為我之前出過期片講過嘅，中美喺 AI 呢個賽道去競跑呢，美國佢嘅電力供應嘅基建設施係完全係落敗。No definitive public directory of data centers, no official map, no single. Hello， 我係 Nicholas。咁今日嚟講，我想講個 topic 就係關於一單國際新聞啦。嗱，呢單新聞我琴日有傾到嘅，咁結果呢，有部分平台呢，有部分網民呢，佢就私信我，佢就話我分析錯咗嘅。因為我琴日嘅個人結論就係話美國佬近排收咁多銅係為咗打仗啊嘛。咁另外嗰部分網民佢就話係收銅呢係玩資源嗰個壟斷。即係因為未來中美 AI 去競賽啊嘛，所以喺銅資源嚟講，美國想話有嘢揸嗱。咁我就藉此議題，我再話深度討論翻少少咧。即係我認為啊，我嘅結論都係美國佬想打仗多啲啦。嗱，我講我個人3個關於琴日即係美國佬大量收銅呢個議題嘅結論，再加多3個少少嘅觀點啦。點解我話美國佬佢會收咁多銅係為咗打仗呢？第一點嚟講，其實我之前出過期片講過嘅，中美喺 AI 呢個賽道競賽嚟講呢，咁美國有一個先天嘅劣勢，就係喺電力供應嘅基建設施嚟講，美國佬係完敗我哋中國嘅。美國佬第一嚟講，佢冇工業化基礎；第二嚟講，美國玩基建呢一 part 佢係鬥唔過我哋中國嘅。呢個係第一點。咁第二點嚟講呢，就係美國本土而家已經出現AI 產業泡沫化。點解咁講呢？你有眼睇嘅，你有了解佢美國海外嗰班華人圈呢，佢哋都有討論，都有得出統一嘅論述嘅。佢就話因為美國喺玩呢個 AI 產業呢，佢唔似我哋中國啊。美國你有科技基礎。你有一個技術基礎，但係最主要一樣嘢係乜嘢？你好多 AI 產業所衍生上下游嘅呢啲產業鏈啦，或者呢啲企業都好，佢而家美國本土佢呢個產業佢面臨嘅就係，即係佢目前呢啲 AI 產業嘅呢啲公司啊，佢嘅嗰個市值係遠遠超過佢本身佢呢間企業嘅嗰個價值，你明唔明白？所以由此得知咧，就係嗰班華人前輩佢討論嘅就係話，而家 AI 本土即係美國 AI 本土嘅呢個產業咧，佢係進一步泡沫化，已經形成咗個 AI 泡沫啦。即係美國同中國都好玩 AI，我哋有市場，我哋食得晒啊。美國佬食唔晒啊！你係有科技前提，你有技術嘅嗰個基礎，但係冇用啊嘛。你有技術又好，有科技都好，你運用唔到去資本化市場度變現啊，所以變咗就係你美國好多 AI 產業下衍生嘅一啲公司、企業、工廠咩都好，佢食唔到個市場，佢冇咁嘅市場去食啊，佢冇我哋中國咁龐大嘅消費者市場啊，無論供給側或者消費者端都好，佢冇啊，所以變咗就係佢求其喺 AI 產業嘅話，佢開間公司咩都好。佢個市值啊飆到好高，但係佢真正嘅價值係微乎其微嘅。呢個係第二點。第3點就係嗰部分網民咧，你太高看美國聯邦政府嘅嗰個執行效率咧。你諗啊嘛，我退一萬步就係阿 Donald Trump 佢呢一任嘅阿公，佢就話全線去搞美國本土嘅嗰個電力供應嗰個基建設施去搞 AI 算力，去起數據中心。佢呢個任期飲玩啫，下一個阿公上嚟呢 cut 咗個 budget， 跟住攞呢啲預算去另一個項目度搞錢呢。即係美國佢嘅體制已經係即係令佢做唔到呢樣嘢，唔可以令到佢呢個國家或者以國家嘅維度往10年、20年、50年嘅長線嘅方針去執行。美國係4年換一次阿公啊嘛，你太高看美國聯邦政府嘅效率。所以以上呢3個我再延伸嘅一個觀點啦。我認為就美國佬啊，佢收咁多銅，目前嚟講
佢攞呢啲銅攞嚟打仗，靠軍工複合體去快速變現，仲快鳩過你去積蓄啲銅，去搞大個儲能跟住去玩資源壟斷，或者美國後期佢起呢啲電力供應基建設施會用得上。我認為你太高看美國啦，嗰個執行效率啦係。呢個就係以上我觀點啦，唔一定啱嘅，但係我都分享我比較粗淺嘅嗰啲結論啦，係都係互相討論下嘅啫。所以多個就唔講啦，想速監信息差嘅網絡粉絲歡迎加入我組織。呢期先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